大家好，歡迎返到嚟獨家村，我係呢度嘅村長。如果你覺得我嘅說書內容對你有啟發，請你而家就按一下訂閱同埋開啟小叮當。你哋每一個 like 同埋喺下面留言，對我呢個小頻道嚟講係極大嘅支持。好，我哋入正題。唔知大家有冇試過一種感覺，每日睜開眼就覺得有一股無形嘅壓力壓住自己。呢種壓力唔係體力勞動，而係因為你個腦入面裝咗太多人哋。今日返工個同事咁樣話我，係咪針對我？我親戚問我幾時買樓，我答唔出佢會唔會睇我唔起。我想做啲自己中意嘅嘢，但身邊啲人好似覺得我好怪。我係咪應該改下自己去配合大家？如果你有呢啲諗法，你其實係陷入咗一個控制狂陷阱。你用咗你人生最寶貴嘅能量去試圖控制一啲你永遠控制唔到嘅嘢。就係人哋點諗，人哋點做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套由美國名嘴 Mel Robbins 提出，依家喺網上瘋傳嘅心法 The Let Them Theory。呢套理論雖然得4個英文字，但如果你真係聽得入耳，做得出，我保證你喺香港呢個咁壓抑嘅城市，可以活得比90%人都更加自在。到底乜嘢叫做 Let Them Theory？ 其實呢個概念非常簡單。Mel Robbins 講過一個故事，有一日佢發現佢班朋友出去聚會，竟然冇叫佢。正常人嘅反應係乜？係焦慮，係難過，係喺度諗係咪我做錯咗啲咩？佢哋係咪排斥我？但 Mel Robbins 同自己講咗一句 Let them， 由佢哋啦，由佢哋去聚餐唔叫我，由佢哋喺背後討論我，由佢哋揀一啲我唔中意嘅生活方式。呢個理論嘅核心邏輯係，當你賦予人哋做自己嘅權利，你就賦予咗自己自由嘅權利。我哋香港人好中意做人生糾察隊，見到人哋做錯決定，想糾正佢；見到人哋誤會自己，想澄清。但你諗下，你每一次出手去糾正人，你都要付出情緒成本。喺香港，租金貴，食嘢貴，連情緒都係奢侈品。你點解要將咁貴嘅能量浪費喺嗰啲根本唔值得嘅人身上？Let them 唔係教你變軟弱，亦唔係教你做鹹魚，相反，佢係一種極度強大嘅心理邊界。佢代表緊你點樣對我係你嘅人品，我點樣反應係我嘅修行。我唔會俾你嘅行為決定我今日嘅心情。我哋講下香港最現實嘅環境，返工。香港嘅辦公室政治係全世界數一數二嘅。你一定遇過一種同事，明明件事係你做，佢就喺老細面前認叻；或者有一種老細，佢永遠只會捉住你一個小錯處唔放。如果你未學識 let them， 你會返到屋企同另一半或者朋友講，你知唔知阿邊個幾咁無恥啊？你講咗3個鐘，心跳仲係好快，受影響嘅只有你自己。試下用 let them 嚟應對，當個同事又喺度抽水領工嘅時候，你喺心入面同自己講，Let them play their little games， 由佢哋玩呢啲小把戲。點解要 let them？ 因為當你唔再去爭辯，你先有冷靜嘅頭腦去觀察。一個成日領工但冇實力嘅人，其實佢心入面好驚，佢好怕俾人拆穿。你唔使去做拆穿嗰個人，因為時間會做呢件事。仲有一種情況，你身邊啲同事好中意內卷，人哋6點收工，佢哋偏要坐到9點，你準時走，佢哋就用嗰種你好懶嘅眼神望住你。以前嘅你可能會有罪惡感，依家嘅你 let them work until midnight。佢哋想用健康換幾千蚊人工係佢哋嘅選擇，你選擇準時收工去陪下屋企人係你嘅選擇。當你允許人哋對你有負面評價，你就唔再受佢哋控制。到呢度，我想問下大家，你喺職場上有冇遇過一啲令你好想糾正佢嘅人？歡迎喺下面留言分享你嘅經歷。講完返工，我哋講下生活壓力。喺香港生活有一種好奇怪嘅現象，就係標準答案。20幾歲入大公司，30歲買樓，32歲結婚，35歲生仔。如果你唔跟呢個標準行，你就會變成親戚口中嘅失敗者。我識好多朋友為咗令父母有面子，夾硬去買一間自己供唔起嘅樓，或者留喺一份自己極之討厭嘅工度，只係因為嗰份工聽落去好得體。呢種活法其實係將自己嘅人生方向盤交咗俾一班1年先見你1次面嘅人。用 Let Them Theory 點樣處理過年過節嘅問候？當三姑六婆問
買咗樓未？隔籬鄰居個仔一早買咗樓，你就喺心入面念咒語，Let them compare，由佢哋比較，面上帶住一個禮貌而客氣嘅微笑，然後繼續食你粒開心果。你唔使去解釋點解你覺得依家租樓仲划算，更加唔使因為人哋一句說話就否定自己。記住，人哋對你嘅期望係人哋嘅課題，唔係你嘅責任。如果身邊有人話你唔踏實，你就話 Let them think I'm failing。只要你自己清楚自己行緊去邊，呢種被誤解嘅勇氣先係真正嘅成熟。呢套理論喺感情入面簡直係止痛藥。好多香港嘅情侶日嘈夜嘈，其實都係為咗一樣嘢，我想改變對方。你可唔可以唔好成日打機？你可唔可以對我嘅情緒敏銳啲？我哋好想教好對方，但問題係一個成年人，除非佢自己想變，否則你係變佢唔到嘅。最後你覺得好委屈，佢覺得好大壓力。試下用 Let them 嘅角度去睇，如果佢選擇咗一個頹廢嘅生活方式 Let them。如果你 send 咗信息俾佢，佢幾個鐘都唔覆，但明明見到佢喺 IG 出咗 story， 以前嘅你可能會發癲，依家嘅你 Let them not reply。當你唔再用力去控制對方嘅反應，你會睇到一個最真實嘅畫面。Let them 俾咗你一個觀察嘅機會。如果你放手之後發現佢依然係咁，咁你就有咗數據去決定呢個人值唔值得你繼續投資落去。與其用10年時間去教一個唔想學嘅人，不如用1秒鐘時間去接受佢就係咁嘅人，然後決定你自己嘅下一步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會問，村長，如果我乜都 let them，咁我係咪變咗做個無要求無底線嘅人？絕對唔係。Let them theory 嘅後半部分先係精華。當你將能量由人哋身上收翻嚟嘅時候，你要將呢啲能量用喺邊？答案係用喺你自己身上。呢個世界只有3種事，第一係我嘅事，我可以控制我嘅情緒同埋我嘅努力；第二係人哋嘅事，人哋點諗我或者人哋做乜決定；第三係老天爺嘅事，例如天氣或者經濟大環境。90%香港人嘅焦慮都係因為佢哋成日操心人哋嘅事同埋老天爺嘅事。你控制唔到老細中唔中意你，但你可以控制自己有冇學到新嘅技能。你控制唔到街上啲人點樣睇你，但你可以控制自己出門前有冇對住塊鏡笑一笑。由佢哋啦，其實係一種戰略性放棄。想象下，你嘅大腦每日只有100%嘅電力，如果你用咗30%去嬲嗰個打尖嘅路人，用咗40%去煩緊親戚嘅說話，你仲剩翻幾多電力去追求你嘅目標？Let them 係為咗幫你慳電。當你學識咗對嗰啲無謂嘢講一句由佢哋啦，你會發現人生突然多咗好多空間。呢啲空間可以用嚟讀一本好書，可以用嚟鑽研你嘅副業。最後我想送一句話俾大家，喺呢個紛擾嘅世界入面，最難得嘅唔係贏咗邊個，而係唔好輸咗你自己。當你下次覺得好委屈、好憤怒嘅時候，請你停一停，深呼吸，喺心入面同自己講 Let them。由佢哋誤解，由佢哋喺原地踏步，而你要繼續向前行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。如果你仲未 like 呢段片，希望你可以幫手撳個掣。呢個小動作對獨家村嘅成長真係好重要。亦都歡迎你將呢集內容 share 俾一個正處於疲累狀態嘅朋友。如果你對 Let them theory 有任何實踐上嘅難題，或者你想我下次分享邊一類嘅書，記得喺下面留言話我知。多謝大家收聽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拜拜。